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这阵啊，元宇宙变作是上红的话题，并且改名做 Meta， 真侪大公司也拢宣布讲要来投入这个市场。关系元宇宙啊，就是英语的 Metaverse 的讨论，这时说变甲强强滚。啊那安尼，咱台语要安怎翻译较好咧？个类似的科技英语，敢也会当照同款的原则来翻译？今仔日咱就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。一般咱咧翻译的时，一定要先了解要翻的物件伫原文内底真正的意思，安尼翻的时才袂颠倒。尤其是咱看到的是已经经过翻译的词，意思已经有小可有无共的时，更加爱等伊去了解上原本的意思，才袂愈差愈远，意思拢走去。所以，若照这个原则来看元宇宙的英语 ，Metaverse 后面的 verse 就是 universe。宇宙的意思，这无啥物问题。咱来思考的是头前的 matter 到底安怎翻 ？matter 伫英语内面有变化甲超越的意思，所以元宇宙 metaverse 啊，就是另外一种宇宙超越现实的宇宙的意思。Metaverse 的概念，就是要同时和使用者接触到现实的世界，和用装备投影出来影像和声音，安尼来创造一个融合现实世界和电脑世界的全新的世界。所以，若要照伊字面上的意思来翻译，超宇宙、新宇宙，也是学术开较重的后设宇宙，拢有真接近的意思哦。除了照意思翻译，有时咱会用另外一种翻译法，啊，就是直接取原文的第一个也是正规的字母，甲倒起来，避开遐较歹念啦、较好理解的概念，后面再来接较简单的词。亲像外国人的名乐乐长，有时咱会取姓的第一个字母，叫做 M 夫人、R 先生等等。这种方法真好记、真好念，佮有真明显的外国气，一听就知影是外国来的物件，也是人。佮因为主要的语词是台语，所以也袂造成听无英语的人的困扰。所以若照这种翻译，咱会当取英语 matter 的第一个字母，翻作 M 宇宙，大家拢会当真简单的念出伊的发音，嘛理解伊是一个甲现实世界无共的新世界。另外一种同款用同款原则的翻译，就是把 matter 规个音用台语的念法念出来，翻作咩大宇宙。总是啊，咩大这个词伫日本时代就已经有伫台语内底用咯。亲像乌托邦有咩大线，那海气就袂当显示公里数。佮有咩大气啊，华语叫做马表齿轮。所以若翻做咩大宇宙，惊大家会误会讲是代表距离长度的这个咩大啦。所以用的时，可能就要甲听的人各解说一下。最后一种翻译法是照华语的汉字直接念台语，啊，就是翻做元宇宙。用华语直接翻的好处是方便，台湾社会差不多所有的人拢听有华语，一听就知影咧讲啥。总是这种做法的缺点，是若大部分的新词拢挖靠华语汉字直接念台语音，安尼啊，台语就变作是华语的附属语言。大家其实也是透过华语去接受新的知识。讲遐济无共的翻译，唔知影各位观众朋友感觉倒一个是你上介意咧？那我个人是感觉 M 宇宙上下我意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甲时间交等予主播。